哇嘿，拱潮喎！有冇聽過彭丹？下一個彭丹可能橫空出世啊！咁就要多謝永恆不滅嘅亞洲電視。事關佢又再次話要復活啦，更加話要招募大量演員參與製作即將話會開拍嘅劇集同埋節目。日前就喺亞視大埔總台搞咗個演員海選，吸引咗超過200個香港演藝界嘅滄海遺珠參加。咁大件事，我哋 TPM2 梗係要帶大家去直擊呢個大埔盛事啦！有參加者更加喺面試前寄養要大 show 才藝，各位觀眾又可以一齊做評審，睇下佢哋邊個有潛質成為下一位亞視之星。歡迎大家喺 comment 度發表意見。再講翻今次嘅海選，我哋一到亞視就發現一個奇景，成個台都係灰嘅，原來呢邊係藍色一片嘅天空，而呢邊係灰咗嘅亞洲電視。喺度重申，我哋係完全冇加過任何效果，係原色直出。佢真實有幾灰，畫面就有幾灰。再睇埋呢架塵封多年、色都甩埋嘅廠車，就知而家亞視嘅情況係咩料啦。而入到大堂門口，就同外牆形成好大對比啊！光鮮亮麗，睇嚟亞視都唔係咁灰啫。不過好快，我哋又發現另一個對亞視財政嘅疑問啦。咦？點解呢度咁熱嘅？梗係熱啦！咩啊？你想講咩啊？係啊，呢度冇冷氣㗎，呢度係採取自然風同自然光㗎。因為我哋係熱愛環保，咁去到2樓，去到1樓，唔係我忍笑先嚟，等陣先。光同埋空調咧，我呢度咧唔開，因為你得幾光。咁但係上到1樓咧，就我哋會有空調嘅，我哋交咗電費啦，交咗電費㗎啦。其實亞視有冇錢呢，就真係唔係太關我哋事嘅，係都關呢班海選嘅參加者事啦。而大會講到明，就算今次入咗圍，都唔代表一定有好多演出機會同有穩定收入。但呢班參加者啊，就好似一啲都唔介意啊！亞視永恆，亞視有良槍，唔夠香啊！亞視永恆，當咗我是你啊！呢班參加者就各有特色啊，咩嘢年齡層、咩背景、咩風格都有。出晒新聞嘅就包括有亞視一姐雅怡，我係阿怡咯，咪係啊，係啊。咦，你係咩台？我咩台啊？妹姐大哥梅啟明，仲有影帝劉青雲個侄啊劉海俊。另外亦都不乏大台嘅遺珠啊，包括愛回家嘅食屎陳師奶同埋食屎陳生。你點解今日都會喺大埔度嚟面試嘅？我曾經喺 ATV 做過好多年㗎啦，直到2011年 ATV 冇工作我開，咁我變咗就靜下嚟嘅啫。其實我邊度有公開我都去嘅，因為我好中意做演藝工作嘅。愛回家入邊個名好犀利嘅喎，叫咩啊？陳生咯咪陳生咩？唔係叫陳豪咩？我係陳豪先生，我通常阿陳生、陳豪係啊，好勁喎呢個名，係啊，愛回家嘅陳生啊，係啦。咁點解你都會喺呢度出現嘅咧？因為好中意拍戲嘅。咁今次咧喺亞洲電視再話招考演員咧，我有一點好似覺得係一種回歸一啲歸屬感啊。因為我遠在1978年咧已經同當年嘅個麗的電視啦，咁後期改名就亞洲電視啦。已經係幫佢有拍嘢㗎啦。1978年嗰年係好似拍變色龍啊，同埋浮生六劫啊。我諗好多觀眾嗰個時候都未出世㗎，即係好耐嘅世界㗎啦。一班中年好聲音嘅曾經參賽者等等啊，而其他人士種類繁多，不能唔盡錄。大家睇畫面認人啦。嚟得海選，參加者當然準備十足，諗住將多年功力盡地一鋪，喺評判面前一展才藝，一舉成為明日之星啊！不過原來今次面試咧係不設才藝表演嘅，只係需要自我介紹同埋讀一篇天氣報告，再玩一個綜藝遊戲，咁就完事噶啦。啲參賽者聽到真係晴天霹靂啊！冇得發揮點算好呢？唔緊要，我哋俾機會佢哋表演才藝。
希望他朝一日評判睇到呢條片會再為佢哋打分。而各位觀眾啊，不如你哋都一齊俾啲意見啊，睇下邊個值得成為亞視之星。先嚟睇下形體組嘅演出，喺呢班咧多數都係亞姐出身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 林海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欣娟，可以叫我娘娘。演藝嘅 background 咧，我自己本身係2021年嘅亞洲小姐季軍嚟嘅。咁我就係2021年亞洲小姐嘅網絡人氣大獎得主。亞姐熟悉。又保持住喎，做幾多點行喎？係咪有二胎訓練啊嗰陣時？有。好多訓練跳舞啊、唱歌啊。Hello， 我係 Mas 馬嘉幻。咁我由17歲開始咧就做 freelance model 嘅工作，都做到而家噶啦。咁而家暫時咧都有 part time 教瑜伽嘅。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就亦都係朋友介紹我去參加一個面試啦。咁就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到個機會。如果要表演嘅話，都係表演翻自己啲強項好啲。瑜伽係。哇！呢個拱橋 ，OK。唔知邊個彭丹啊？好。聽過彭丹？未。好。可以翻了解下。Hello， 我叫嘉莉，今年25歲。咁我今日過嚟亞視呢度面試。咁我自己本身係一個時裝設計師嚟嘅，咁但係我興趣其實我想拍戲啦，我想做演員，所以見到亞視揾緊演員同埋素人演員啦，咁我就想過嚟試下。我哋做好簡單啫，做喜怒哀樂啊，4樣嘢。好，準備啊，3、2、1，起！再起啲。哈哈。好啦 ，no。好嬲，好嬲。好，對鏡頭好嬲，好嬲。哀，傷心，好傷心，好傷心。好啦，樂，笑出聲。OK。即係其實亞視都好多新聞㗎啦，即係冇你去參加中三嗰間公司咁健全㗎嘛。咁如果你真係面試成功，我覺得都好大機會啊。咁你擔唔擔心咧？有汗出冇糧出喎。我咧真係揾錢努力揾錢嘅階段嚟嘅。你問我就如果可以真係咁巧同認識嘅啲朋友仔一齊有個機會，可能出鏡有啲延續咧，咁有啲節目，咁我覺得都係一個人生嘅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咯。畫下貓啊，畫下公仔咁樣俾大家睇下咯。係啦 ，Winky 畫嘢咧都有一手嘅，因為好啦，係咪可以啦，嚟咧。好啊，簡單畫一畫，我同隻貓貓啦，當係。哦，即係嗰個女仔係你嚟嘅。係啦，肥嘟嘟塊面。再嚟咧就係音樂組啦。咁我叫劉海俊啦，你可以叫我俊仔或者阿俊都得。咁我而家就讀緊書嘅，係啦，讀緊聖方濟各大學電影系1年級。你今日都好受記者注目喎，你講下你嘅背景係點解咁注目？因為我屋企人都係演員，咁我伯父係影大劉青雲啦，咁我爸爸以前做戲嘅，咁所以今日都真係好多謝你哋訪問我啦。我可以表現其他嘢，例如咧唱歌。OK 嚟啊！哭入聲絕無意義，他不會扭轉分開的心意。夢似是失去收結一首詩，彷彿聽別人故事。今天我豈可關心多一次？又再讓這刺痛一再開始，到底得幾分傷心幾分痴？舊時藏夢裏也不再有意思，誰要你再説那溫馨的句子？到底得幾分傷心幾分痴？
誰無疑欠缺了你都不可以，而這晚卻說我跟你不可再試。係，hello， 我係144號孫藝軒，孫軒，咁就參加呢個 casting 咧，就好想去突破自己啦。咁自己本身有去唱歌同埋彈吉他、busking 嗰啲嘅，咁就都想喺演員同埋主持方面發展，可以提升自己自信咁樣。如若迷失，請緊機會加，迷路不要驚怕，前路難關都給你招架，如像孩子那樣靠着我，不怕，好好的放一假，重整你內心積壓，再出發。Thank you.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future.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.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. 後生啊，唱唔到。好，我叫陳子朗啦 ，Bosco 啦。咁我今年23歲嘅，咁啱啱讀完呢個澳洲墨爾本理工大學讀航空科畢業嘅，係啦。咁我亦都有參加一啲拍攝電影啊、廣告啊、電視劇嘅工作啦，做一啲小角色啦。我有做臨時演員同埋特約演員嘅。好，咁我就唱呢首《世上只有》俾大家聽。嚟啊！望着你講，也許更易，濃於水的3個字，從我降世一開始，到永遠不幼稚，你亦是我支柱，動力和意義。You make me cry, make me smile,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。謝謝你的關顧，以及無償的愛護。年月漫漫多艱苦，你也永遠優先擔心我起護。唯恐我並未得到最貼心保護。Oh, I love you, yes I do. I always do.